请问台湾有安太岁的习惯，今年是庚子年、鼠年、鼠年拢会使。啊，除了鼠以外，还有啥物时尚爱抢着？吼，伊抢着了，就爱去安太岁咧。今年还有像抢着，等下袂显着。正冲的，正冲，正冲偏冲啊，系啊，抢相处的吼，啊，还有啥物生肖爱去安太岁？这拢爱算对不？对啊这，爱省呢。这可能若有妈妈来就较厉害啦。是大家有啊，你拢无咧安尼哈？我拢人搞我安尼，我哦，妈咧搞我安尼，因为就好多乔安呐，伊家己乔安呐。安呐，好啦，五倍低，安尼有的好啊。哈，安尼只好用摇的啊。是有人咧算啊，有人咧算啊，家群咧算啊。对，厝的后壁，D 是厝的头前。头前对啊，第一是旧年啊，那是安尼我背摇，哎，你有，我摇八，背背背，因为嘿，因为第一是前一个嘛吼，是啊牛是后一个，嘿。啊马差较远，较有可能哦小对角去抢着，哦，那是12个考一年，小对角呢，哦，是不是？这个可能，上边的嘛，抢边仔较少啦，拢抢着对角的啊。有影哦，确定哦，嘿，我摇八，背嘿，好来，来，三两哥讲的是对的哈，咱有分迄个正冲对冲，啊，啥要安太岁哈，就是讲迄个咱有一句话讲太岁当头坐，啊，无喜恐有祸，还是讲莫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对不对？意思是讲你若犯太岁哈，你也无代无志的加麻烦加事端，所以哈，不管你是正冲啦对冲吼，你上好拢爱去安一个太岁，当保平安。啊，迄个今年是鼠年嘛，啊，鼠年正冲就是冲气，啊，迄个。对冲就是迄个对面迄个生肖，啊，多12生肖嘛，往下数6个，咱来算看嘛哈。第一个啥？虎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。第6个，第6个就是对冲的。对冲，对，